City of Elmina唔係一個短線爆升嘅項目，而係城市嘅核心商場、商務圈，同埋更加多人留意嘅係，連 Google 嘅 Hyperscale Data Centre 燈飾咧，即係都係第一次坐響盞燈下。有冇發現近呢幾年咧，馬來西亞大型城鎮咧，唔單止係起屋咁簡單。今日要同大家行一轉嘅咧，就係由 Samdabi Property 打造嘅呢個 City of Elmina。佢唔係一個普通嘅住宅，而係一個主打有 wellness 城市生活嘅新城鎮。佢有超大嘅呢個公園，而且有單車慢跑道，有城市嘅核心商場、商務圈同埋一個工業園。嗱，今日呢條片咧，要簡單嘅同大家講解 City of Elmina 喺邊，近呢幾年點解咁多人留意嘅咧？而佢未來嘅發展將會係點 ？City of Elmina 嘅位置其實就喺 Shah Alam 嘅北面，沿住 Guthrie Corridor Expressway GCE 發展。如果你熟悉 KL 同雪蘭莪嘅地理，你就可以當係介乎 Shah Alam、Subang、Rawang 中間一個新嘅發展帶。呢條走廊近呢10幾年都係啲大型城鎮發展商嘅一個重點佈局區，因為地夠大，規劃可以由零開始，而且呢度唔受舊嘅社區限制。呢個就係 Samdabi Property 將成個城市概念起上嚟嘅 Elmina。講下硬數據先 ，City of Elmina 成個 Master Plan 咧，大約總佔地5000英畝，發展期去到2040年左右。嗱，官方嘅規劃係咧，呢度大約會有36000間嘅呢個住宅，而未來人口目標咧會上升到15萬人。所以你要明白一樣嘢，呢度咧唔係賣完就算嘅一個屋苑區，而係用一個20年、30年時間慢慢起嘅新城市。City of Elmina 最出名嘅一定就係佢個 wellness 概念。而呢個成個核心咧，就係 Elmina Central Park， 成個公園大約佔地300畝地。唔單止係咁，而成個城鎮咧有90公里嘅單車道同埋慢跑道。佢唔係意思畫條路啊，而真係可以連接住每個唔同嘅住宅區同埋商業區。你可以由屋企踩單車去到商場，再踩單車去到公園。而最誇張嘅係，佢旁邊直接連住一個大約2700英畝嘅森林保留地，所以你會見到 Elmina 係一個城市入邊有森林概念嘅。如果你係有小朋友，又中意戶外活動，或者純粹咧唔想每日對住啲石屎森林，呢個就係佢最大嘅吸引力。講完生活就一定要講城市核心 City of Elmina 接落嚟嘅10幾年嘅重點發展。就係呢個 Elmina City Centre， 成個 City Centre 規模大約60億。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咧，呢度會由15年左右時間逐步發展，集合於商業、辦公、住宅、教育、醫療同埋交通樞紐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由住得舒服慢慢演變成住做嘢同消費都喺同一區裏邊，你話正唔正咧？喺中間度咧打斷大家下，因為呢個 City of Elmina 咧，其實由 Samdabi 發展嘅係個別地契，所以咧外國人咧其實係買唔到嘅。如果你想知道外國人喺呢個地區入邊可以買啲咩項目咧，佢最低嘅門檻係要200萬，而且要係分層地契 （structure title）。呢度咧即將會有一個項目咧係允許外國人擁有嘅。你想知道多啲？喺下邊嘅 WhatsApp link 聯絡我啦。講到 City Centre， 第一個已經落成嘅地標就係呢個 Elmina Lakeside Mall。呢個商場咧，成個係開放式設計嘅。佢主打咧就係自然啦、湖景啦，同埋戶外嘅餐飲。根據官方資料裏邊有提到咧，當時候開幕租戶確認率超過90%啊，算係一個幾好嘅開始。嗱，如果你實地嚟嘅話，你會發覺呢個唔係傳統一般嘅冷氣商場，而比較偏向於 lifestyle mall。一個城市要長期行得遠嘅話，就一定要有就業。City of Elmina 呢一點做得幾清楚，就去旁邊嘅 Elmina Business Park，
成個商務工業園咧規模大約1500英畝，而且係 freehold。更加多人留意嘅係，連 Google 嘅 Hyperscale Data Center 都選址響呢一帶。呢啲唔係即刻影響屋價嘅嘢，但係對城市長期發展係一個好重要嘅底盤。總結嚟講 ，City of Emina 唔係一個短線爆升嘅項目，而係一個規模夠大、發展時間夠長、生活取向好清晰、有就業、有商業、有綠地嘅完整市鎮。佢適合嘅可能唔係追求即刻升值嘅人，而係想要長住、家庭生活、健康 lifestyle 嘅一群。如果你想睇 Central Park 嘅實地行，又或者 Lakeside Mall 嘅食嘢 feel， 亦或係 City Centre 嘅發展進度，歡迎喺留言話俾我知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會同你行多啲關於吉隆坡同雪蘭莪州嘅新城鎮。